用台语讲日记到今是有差不多要200工的日记。毋过我想讲，口语实在是较学练，就是到今幼儿讲绘本的时阵，有一寡词音会调调。就是这爱食讲，食讲有时阵想讲，若伫平常除了阮翁较听无就较无讲遐济，拢会借用台语来甲别人对谈。搁参加一寡读册会，会当插一句两句家己的想法，就是练习甲想法用台语来讲出来。而且是学讲用台语来思考，因为思考这物件是个人的，无需要无牵涉讲别人敢听有即个场合别人敢会有意见较袂有即种烦恼。毋过就是讲即个过程实在是足长的。毋过想看觅。咱自细汉学英文逐个拢足注重英文，阁想要去听啥物英文的广播，自细汉就是到大汉拢有足侪课。我阁会背即个新词的英文的新词，想要家己背起来。毋过其实英文我犹原是听无迄个听力。过来就是讲口说是完全无法度所以讲，这拢是爱有耐心，就是讲，我若学英文是学遐久，犹原袂晓，就袂当讲台语着爱几个月着爱讲甲诚好，无着做失气的，实在毋免安尼，就是豆豆练。即摆少年人因为无即种环境，就算讲伊是有心想要练，伊犹原无法度犹原有一寡音就是受华语影响。若台语讲较好的除了一寡真正有食得讲，行即条路，无就是自细汉就会晓讲，即个口说就固定落来所以讲，我若自细汉就无讲去上课了就无讲，就开始讲中文，安尼真公平啊！大汉了嘛是讲，即个耳孔嘛会读起来因为大汉了足侪代志拢会受到影响，就亲像大人的思考拢会去受到限制。看新闻啊，以前的经验啊，无亲像讲囡仔抑是讲少年仔因有足侪会当去想的想法无啥物限制，限制较少。有限制，颠倒是有会的人。所以讲学语言嘛是共款，就是讲会受到一寡语言的影响定定使用语言的影响。即摆就是尽量就是会当加讲若互人讲你是毋是长第练就是爱练习讲这是别人的看法。我相信讲会豆豆想开就是讲头起先深头就会足气的，想讲我投资安尼逐工拢伫咧练遐拍拼，为何犹原是有即种互人讲即种话？即摆就是讲豆豆去练习一寡想会开一寡想法爱较会使较透白较透白的想法
可比讲，就是爱家己感觉家己，就是莫伤要伊别人会讲法，别人讲啥，有人讲好，嘛有人讲歹，而且我实在是嘛无真正做拍拼做骨力伫练习，不时这白话字就是拼袂出来无法度甲拼出来，啊无就是喉音好袂出来。若知影好袂出来嘛，袂讲真正紧拍拼去处理因为实在人若有会，就是代志嘛诚济，就变做讲，嘛变做讲家己嘛毋是想的遐拍拼。有可能我会去录一寡广播电台，收集一寡资料，毋过收集资料甲你真正拍拼去写、去练习甲你家己考试，讲倒一字爱练喉音，实在是有时阵会笨蛋，想讲惊喉音吼袂出来伤了时间，就会讲，就会用上紧的速度，就用中文因为中文的注音就是上简单的啊，上熟手的，就用即种方法。即马就是讲，甲时间莫互家己足大的压力。莫用成就搁成果修行即种观念去看待家己，过来就是即伫工课上，我嘛有做一寡决定，就是为着以后较轻巧的，所以甲新的案甲伊用旧的案甲斗新的案，即使讲时间可能袂赴期，是有一种压力，毋过就变做讲为着讲以后较好做就变做即马就是爱较牺牲，有可能会去互人去讲话啊，去甲即个责备嘛有可能，这就变做讲，家己爱清楚讲我安尼做目的是啥，我有选择，有可能尾仔有就是爱较乐观，莫去爱落痛，莫伤惊吓，因为我知影讲我安尼做是有家己的理由，所以选择即种方式。有可能伫现处时，逐家可能无谅解会讲哪会遐慢，奇怪人做好好，我阁家己改一个版本，煞拢走进去，这早晚有可能会互人讲话。我嘛是知影讲有即种，有可能有即种会拄着，毋过就是爱有一寡勇气。这就可比讲我即马开喙讲台语，有人就是会有意见也无就会讲，你长第学就是意思讲我还袂足标准的。毋过我若追求标准，就会足失气的。想讲安怎学拢互人无感觉足自然的。毋过安怎咧？就是爱勇气，就是做一寡代志，家己知影讲有可能发生啥物代志。我嘛知影讲为安怎会安尼，可能家己就是细汉的时阵就无家己捡转来。即马捡我对音音甲调实在是无内行，较含慢。这嘛不要紧啊，像讲会晓讲
中文，会晓讲台语诶人，因敢拢是语言方面诶天才，嘛毋是。因嘛是讲细汉有即个环境，做自然就学会晓啊。即摆我无讲做自然学会晓变成是后天去拍拼。去拍拼就是可能有一寡你会想讲遐拍拼，毋过即个收成哪会差遐济？因为我有可能比较是甲即个细汉就晓讲诶人去做比较，所以会互家己做严格诶标准，讲哪会还袂学起来。本地这语言诶物件就是有一寡天分伫内底。其实我会晓写文章，毋过我颠倒无去写，因为我想讲，足侪代志足无用诶，而且我诶重点可能拢是伫甲口说学较好诶，阁有加听一寡较有台语气诶讲法，台语诶讲法，煞无去看文章、写文章，这嘛是可能嘛是变做现代人较无耐心去看一寡文字，拢爱去用听用讲诶，这嘛有可能。所以讲，我嘛是爱训练家己讲，伫心灵方面莫一直拢去想上摆诶，嘛会使去想讲，这不要紧啊。我嘛是有伫拍拼做，我嘛是有我诶原因。若大家无法度了解，安尼嘛不要紧，着互别人念。莫去想甲讲，天要放落来。天要放落来，我阁无法度讲，去甲伊处理诚好，安尼就是逐工伫遐烦恼尔。所以我着有一寡勇气，这个勇气是啥物？是爱认捌家己诶力量。我即摆上大诶问题就是不时着想讲，我伫这公司就是上基层，无啥物地位，拢爱看别人诶目色，拢爱去听别人诶命令，有诶无诶爱开会嘛是别人伫开会，有时阵会甲家己看足无诶。台语即件代志，即站代志嘛是安尼。我嘛是会讲，一开喙就互人改进，讲无人安尼讲。我若去学诶去学即个台语界诶讲法较正确，别人颠倒讲奇怪，你安尼用无人用过，就会变作看家己诚无。毋过我想讲，这就是我需要去奋斗诶所在，就是相信家己是足有力量，而且是足有价值，爱看重家己。无看重家己是因为以前教育拢讲一寡故事，拢是讲若看家己伤有伤有自信拢有不好诶结果呢。所以变做讲，就甘愿甲家己看甲足细汉，看甲无达无煞，安尼较想讲，安尼较安全，较袂讲到时甲家己想甲伤车野，结果别人毋是安尼看你，这就是家己甲别人诶关系，阁有家己甲家己诶关系。就是爱练甲别人袂想讲这个人实在是活伫家己诶世界，毋过家己阁真正是活伫家己诶世界，就是有要益别人即种经过。即摆豆去调整讲，活伫家己诶世界，看重家己，甲家己诶价值找转来。其实这就是共款一种奋斗，甲
台语捡转来，变做现出时诶社会，就是较无人互第一甲较青分诶人，甲同事，伫公司即种场合口口讲台语较无，讨论代志拢是中文为主。若私底下破斗，也有可能即两个人本底就诚敖讲诚敖讲就口口仔讲。毋过你若毋是诚敖讲诶人就无法度讲有即种私底下会当讲足侪台语诶机会。除非你嘛去找一寡台语伴，拄仔好逐个拢有闲工会当豆豆仔开讲。毋过这就是我无看重家己，这嘛是现处时观念诶问题啊。拢是讲总经理、副总讲诶着准拄算，爱有一个顶司爱有一个 title， 安尼讲话着无共款啊也变做讲你伫做，你伫开发诶人你就是做足侪代志诶人，颠倒逐个问讲你为安怎要安尼做？就是要管理管理你哪会安尼做，袂当安尼做。所以会变做即个社会，即个现处时会互家己感觉讲，哎呀，真正无搭无煞啦，真正看起来无啥物地位。这甲台语共款，拢是爱甲家己诶价值捡转来，这拢需要练习，而且袂当互即个外界环境影响。因为我若去即个社会去找证据安尼其实是找无，无我就是爱请做一个争取做一个啥物顶司做一个官无就像讲台语有种种诶困难，就变做无我就讲中文就好啊足侪人嘛安尼就来放弃。甚至会当讲伊毋是放弃，伊是自头到尾就想讲，这台语实在是无搭无煞这变做讲，我即马是做一寡，较无共款诶代志，甲以早无共款。毋过我相信即种转变对我来讲诚有意义。毋是讲我即马甲别人共款，别人学啥我就对别人学啥，这就是变做有保障、有意义。颠倒是讲逐个拢无去看这我诚拍拼别人拢想讲别人观念拢安尼，我就是甲别人无共款。其实这是价值，毋过我就无我就毋敢相信讲这就有价值啦我就永远是看别人诶角度，用别人诶种观念爱有法度趁钱有法度足侪人足侪人来明白家己会想讲用即种社会对成就即种观念来去甲家己拍分数这就是我无法度相信讲做一个足特别家己是诚好诶。其实以早我诶观念是想讲，甲别人无共款，真正有价值。毋过豆豆仔就失望啊，因为迄个时阵我是会认为讲，我甲别人无共款，有人会足欣赏诶。毋过安怎等就真正逐个拢袂欣赏。逐个有趣味诶嘛是永远是即个社会上就是逐个拢侪人拢会介意共一种人
就亲像讲济人看到顶视啊，长官咱态度拢无共款啊。迄拢不要紧，迄拢是别人。我即摆正做无共款的人，像我的旧同事即摆是我即摆公司的同事，伊是第半年留一天生，伊即摆想要转来，伊嘛是足济烦恼的，足无安全感的。我会使真做一个有安全感的人，会使试看觅，会使去想讲我真有价值呢。若毋知影我的价值的人，实在是目睭摕拉高着，会使用即种观念